同志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:86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劉慧君。今日係8月號空氣來報道單元啦，同大家共下來關心到空氣嘅話題了。講到啊，從生活當中，蠻內呢是係了解化合物咯，對世界多了解講日常生活嘅了解所有東西做下要，以食來講哦，唔會當然是空氣中嘅食物。那講呢要吐來講啦，或者吐不來講少量。少量還是的，然後透過了解吸水的同了解要吐嘅東西來排出去。唔過啊，當然用嘅了解保養品咯，一關了解保養品咯，對了解擦護到使用品都用品啦，起毛咩其他概念。那講呢，啲地杯都有了解唔合格嘅成分，對身體會造成傷害哦，傷害點都會下較大。你基本上啊，到咗現場呢，是為大家來邀請到韓醫師盧明儀，我來讓大家來分享到佢偏師啊，嗬，係樣板用了解韓藥房來抬了到嘅啲嘅藥妝品，啲一下細細夾夾，先來請啲盧醫師來讓大家來上節目下咯。盧醫師你好，劉老師啊，你睇鄉親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中醫師盧明儀，當番要一問當大家講空氣嘅問題。係啲講到呢個空氣啊，頭先我講到多哦，即係啲嘢你平時生活當中食嘅東西嗬，食嘅東西當然啦嗬，啲可能唔會當然是食同一樣嘅東西，同一種嘅食物咪嗬。咁嗰啲保養品啊，亦係講一道肉片來講，你係冇強量嘅哦，有可能講到魚乾啊、肉糕來講拆開來嗬，用到睇來當叫一個保養品咪強量。你一道嘅是係講到呢個生活當中當到嘅呢個化合物，呢個化合物先請盧醫師來大家來講下，佢什麼呀？佢係對一啲食品、睇個用品啲擺到全部有。係啊，其實啲嗬，你係當當啲食嘅東西嗬，當當化學嘅，其實啲食嘅大項啲嗬，當當講防腐劑啊、添加物啊，人家劉老師講係化合物嗬，佢本身都同化學嘅，唔係天然嘅，啲所有食嘅食物。學啲咩食物嘅食品，咁講一皮膚咪強壯哦，叫一皮膚嗬，劉老師啲冇一隻營養嗬，食冇一下平均哦，啲食冇一下營養嗬，皮膚係幾多化合物呢啲啊？營養幫人來講，我要食睇幾多嘅了解化合物，講做啲樣用睇幾多嘅，二3年下，你哋自己冇認真去上過，看每3年、第3年可能冇強壯，不過。了解討論來講，幾多呢？就對老鄉親朋友來講下。前時睇我，從種女性朋友，一年嗬，他們2公斤到3公斤嘅化合物，到咁嘅面到地步。一年2公斤到3公斤，哇！你睇實在是動定樣呢。你講好嚴重到咁嘅皮膚帶濕透噶，所以講到了解皮膚用嘅東西哦，應該係好。了解我天然嘅就唔會造成你了解皮膚啦，還個身體嘅負擔。其實要帶出另外一種問題咧，有種問題是係你講皮膚高嘅，老 Andy 講平時用食嘅，也應該食嘅合格啦，差應該很慢正常啊。咁人講嗰啲都有化學嘅東西哦，呢種高嘅嗬，因為講皮膚嘅嗰種嘅呢種抵抗力啊、免疫力好嘅時間，其實冇相關。咁講可能當多食物啊，佢係皮膚啊，已經會風裂啊，講風裂片風裂搭，熱搭咁樣風啊，你講其他嘅肛門啊，其他嘅風裂咁樣嘅情形。其實佢當時佢係同個體質有關係，咁個當多其實係當多咧化學嘅東西打到面啊，喺你講皮膚多當多肉嘅啊。即係做風脈都個消染嘅啦，你講濕疹啊，皮膚染啊，佢摸到東西，還有酸痛啊，搭酸痛嘅，酸痛做補啊，就等於14時水體去啊，一都係化學嘅啊，因為天然係冇咁強啊，喺呢種牙膏嘛，強壯啊，喺洗牙嘅時間，都係化學嘅啊，仲喺用你一以前人群聽嘅經驗來講，喺度開發當到很風，當天然，還有合作。就當便宜，所以呢，我們盧醫師來到啲節目嘅現場哦，其實咧頭先我問很多嘅問題是老啲嘅身份有動態關聯性。韓國呢，你自家本身看診啊，很多年到了下來講呢，是天天咧老很多嘅問題，整理起來，你一報個出數咧，你下係哪時節開始啊？你想講要安樣嘅一個上班？係喺度講咧，以前咧看病
经验嘛，除了讲听讲主持人讲啊，是动心嘅主治，还用皮肤溶解吼，你啊人成日哦，动动一你讲天时，因一直来讲紧来广告啊，讲种咧贵个好啊，其实从咩样讲嘅，就天然嚟温好才嚟好嘅，你注重动作係講天然韓國菜哦，叫講藥妝品，其實也係最好嘅，你嘅推廣係呢一部分。好，所以呢是係講到了解啊，要出書嗬，撈嘅寫做書啦，所以鄉親朋友來做一張分享嘅時節，就希望講啊，撈應講老祖公啊，研究到了下來，有了解應講嘅生活智慧啊，韓國呢，你自家本身嘅經驗啊，來經歷過後，學本鄉親朋友誒看下個是啲嚟啦，嗬，學了就講到應講啊，出書了解貴州嘅事件嗬，你要幾長嘅時間來做了解應講到安排咧。差不多發10年嘅時間10年係，喺度從跳拉摩開始，跳拉摩錄跳拉摩啦，喺度跳皮膚開啊，面會打質啦，喺度皮膚會開啊，濕疹啊，皮膚癩啊，毛囊癩啊，嗬，喺度呢個牙齒嘅問題，喺度雙眼痛嘅問題，其實到我第一步要48則作坊。哦，48作坊做咧半年。是，我哋一下書行啦，哋一本書，啊第一步都要總共48隻漢方，哇！我其實看到當多啦，或者第一步讀啊，嗬，要了解你講到啊頭那膜嘅啦，皮膚嘅全部有啦，嗬，你就發現到呢個生活當中，為咗用了到嘅東西，其實當多朋友可能會起到動難嘅，嗬，不過本了嘅老醫師啊，嗬，用經歷過後，起到重新當簡單嘅用啊。係，你講咩講？你講用嘅落，你用韓方哦，你講攞講取代啦，嗬，你講取代啦，韓化學唔係攞取代，你講平少，哦，你用一禮拜哦，清熱啊，本來皮膚吃困一下，2-3日就用咧，你韓方嘅天然嘅溫和嘅，你韓國菜來保養，咁感覺效果嘛當好呢？我像動作患者吼，佢就治療係問題咯，唔係是保養點點咯，動作蛇屙啊，啲皮膚係問題冇幾好，我用咧韓國菜，其實我嘛就喺度治療呢個平嘅作用咯。哦，安用先啦，所以講到了解身體嘅了解，講到啊皮膚嘅保養啦、清潔啦、雙眼痛啦，其實各方面全部做得好。來做一張利用，講到了位可能鄉親朋友是來問的，讀了解市面嗬，你下看到嘅是自家做嘅哦，自家來做嘅，自家通常做到市面嗬，你要當到其實講緊係韓肉去做嘅嗬，天然嘅了解一個韓方去做嘅，你下麥片嘅，撈自家做嘅。手杖都哪片啊？用麥嘅好貴啦，好，其實用麥係下貴。天意啊，你用麥嘅東西，佢哋化學特別多啦。哦，你講佢係講韓國菜天然嘅，佢是一部分啊。你講佢就冰凍球啊，你講佢韓國菜，咁講佢賣肉麵啊，佢做冰凍球，你有到碰到我輩嗬，用2-3日佢冇機會壞呢。叫做冰凍到防腐劑啊。還有個凍香啊，用凍到香精香料啊，其實就講佢凍到化學，係凍到化學啊。第3點就講嗬，讓皮膚一直用嗬，就係你用皮膚來吸吐啊，用來灌鹽嘛。即家做要買好處呢，就係咧本身喺最就3個重點嘛。3個重點來老大家講。凍好做。體日來講啊，是係凍簡單，你知道我下子到咧自家來完成。唔會麻煩，你般來講就係3步到5步地步就可以做聽。所以按用呢個實際來講啊，佢嘅步驟唔會當複雜。你種嗰個就係從喺種作方通啲磨好，磨片片當好咧。好，假使講按鄉親朋友啊，從呢一下按老醫師提到嘅嗬，可能都冇下按你冇按到嘅呢個加辣輔助，自家來製作，按你咪做得好提到呢個韓肉店哦，呢韓肉店嘅呢個按你興記落去調配好來打做款，嗬。轉眼款做好過後，轉到屋下，其實是好輕鬆嘅，好簡單嘅。就參掉水啊，鋪以來啊，就木棉啊，攏凍簡單放片啊。天一點就係講嗬，凍便宜。一般來講嗬，一禮拜嗬，一般來講唔會超過50 Q 到100 Q。凍便宜啦，不管係講面膜啊，係膏嘅係塗嘅啊，攏凍簡單，凍簡單哦。第3點就係講佢係個效果凍好。就像現在像反正食種肉，佢成日啊，龍眼加食種肉攏當個凍麻煩啊。你睇佢個個寫嘅嗬，效果就出仲凍面嘅。效果就出來嚟嗬，凍鹹面嚟。所以講就係講凍簡單啊，叫凍
我化纤多少都便宜。你讲到体育简单，第二是上千，哈，效果如何？第三呢是系效果啊，如果应讲到嘅一等好啦，吼，你是讲到平时 ND 啊，度了解生活当中哦，假使做得吼，ND 老意思哦，啊，度了解 ND 基本节目当中嘅啊一道或者少解道了解 ND 啊，平时生活当中做得还容易多嘅了解混育方吼咧啊，想讲可能 ND 啊用门啊冲啊调度各方面吼，ND 做得来做了解利用吼，咁过嚟吼，ND 了地部都有按到嘅了东西哦，了解混育。學韓育上起來啊！嗬，你睇到你要去特別去跳脫講講，會好簡單啲嘅嘛，因為所有韓育店咧，當然其實都有啦。韓國幾個假使來講嘅嗬，你要特別講，比如講啊，佢可能本來用較貴嘅東西，你攞佢用了解較便宜嘅東西來抬嘛。一般來講哦，咧就我啲部樹當我寫嘅，攏係種落風當簡單賣嘅多嘅，唔係當麻煩，唔係講當特別嘅做菜啊，吼當簡單。不過吼盡量吼都就愛樹當我寫嘅去培植啊，盡量唔好一家改落風啊，因為啲部應該落風哦，就當時基摩對應該剪條，對應該膚質特別注意吼。佢哋講哦，你係去種落風，你係應該合格嘅，哦，呢個用衛署字號嘅，要用合格嘅種落風。所以你假使講我去了解賣嘅時節啦，當然你我哋講了解韓育風嘅設計來講係咩相信。好相信就講你係從頭去解會買啲東西咩，真係做得本安心嘅。至於呢，安心去買了到講韓育風嘅肉菜來講啦，嗬，因是了解韓育店來講，愛好好來挑脫選出嚟。叫品質嘅哦，你好新鮮嘅，剛才呢個種落風來賣啦，好好啊，嗬。天店就講緊肉菜係真嘅啊假嘅，真嘅也係假嘅，好嘅係壞嘅，真嘅假嘅，好嘅壞嘅，你東南風嚟呢。係，所以佢哋講呢個形容肉風，你講。貨比三家不吃虧嘛，因為多門幾件呢，誒，到時候因為我們家變專家嚟啊，我說多門一下，你就將誒東個柑橘用半件啊，芒橘用半件啊，所以你愛先體育愛先用看嘅，看過係，當然體育韓育店先係當重要，嗰攞一日愛看，我自家去批看下咧，韓國愛嚟對門了嘅，啲韓育坊嘅了解挑價，係挑價吼，因個多門幾家，你啲哦你見好就形容啊，用因吼，所以就菜本身係好嘅假嘅，吼，我來係當重要嘅哦，吼，喺講肉菜吼，當然就從不用當叫。真緊嘅，你一計肉菜嘅只保鮮哦，當重要呢，不用唔好，假使要熟起做落去就會壞體咧。係啊，就是講你買個風佐柑橘啊，你不用變少半年一年吼，咁做唔得嘅吼。你韓肉菜吼，你做了吼，其實你講標榜係講天然嘅，你就莫不用超過2禮拜啦，最後啲禮拜就用體咧。咁我叫做當為變質咯。好，所以你講到呢個韓育嘅一隻保鮮來講啊，嗬，你係老意思咪咯，大家嚟講到咧。真緊要動匠心、動注意。所以呢，你基本要內地嘅韓育坊啊，都喺生活當中做得用到，我哋提供本大家咯。了解家下將來撈天時嘢係要相關嘅，先聊下家下就嗰技術來撈大家來打在股。